一班先賢獻上一生，建造咗今日嘅香港社會。福音先驅。宗座外方傳教會梁作祿神父安息主懷。梁神父於1925年5月14日在意大利特雷維索省出生。中學時立志成為傳教士。1940年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修院。1947年在意大利晉鐸。1956年來港，曾服務公教進行社及從事牧民工作。他於1965年前往羅馬，擔任宗座外方傳教會總部參議員，相助總會長處理會務。梁神父於1978年以意大利代表團成員身份前往中國內地，翌年致函香港教區的牧民議會，闡述香港教會為內地教友負起責任。他於1980年重返香港，與湯漢神父和2名馬尼諾會傳教士共同創辦聖神研究中心，讓香港教會擔任橋樑角色，並研究內地的教會歷史及現況。他其後亦協助意大利主教團和教廷的傳教士培育機構，推動傳教士的培育。他亦積極從事學術和出版工作，曾發表超過400篇文章及學術論文，著有《中國教會何去何從》一書，並擔任傳教雜誌的編輯。2015年，梁神父獲米蘭天主教大學頒發利瑪竇獎，表揚他對促進各方交談的貢獻。他晚年在意大利萊科的安老院內休養，直至離世。宗座外方傳教會梁作祿神父於2025年4月15日在意大利安息主懷，享年99歲。他生前積極為天主教會與中國內地之間搭建橋樑，是教會內貢獻良多的漢學家之一。